基美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黄志成表示，糖尿病神经病变大部分拢是因为高血糖无得到有效的控制，造成神经的受损。一般常看的症状包括骹手会麻以及肌肉无力等，因为初期的症状并无明显，不过严重者会造成骹部的溃疡、感染，甚至要来截肢。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病3大并发症之一哈。那所谓3大并发症就包括神经病变、肾病变跟视网膜病变哈。那这也是我们糖尿病防治的重点哈。因为提到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品质跟对之后病人的这个预后影响很大哈。那所以我们希望病人能提早知道这样子的症状。提早做预防，不要让这个并发症严重到这个不可收拾的程度。大部分病人最常见的主诉就是卡麻手臂手脚会麻痹的状况。那不过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到我的诊间来，他提到这个手脚麻痹，他都是担心他会中风，大部分都不会想到说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事实上是潜藏在背后的一个杀手。医师表示，糖尿病神经病变。上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血糖，尤其血糖起起落落、落差真大嘛要注意，并且建议定期做神经学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介入，避免糖尿病神经病变影响到周边的神经甲自律神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